personal statement 第3條問題係問到你 supercurricular activities。第一個啦就係比賽啦，譬如話 UKMT 同埋大學旗下嘅一啲 essay competition 都會係加分嘅。第二種就係參加一啲同你嘅學課有關嘅 lecture 或者 master class， 就係根據你嘅學科，你就可以過去上半日、一日甚至1個禮拜嘅堂。第3 EPQ 利用學校俾你嘅時間分析一下你嗰個學科，去深入研究一下。第4 reading 啦，如果你係 aim 好嘅大學，一定要研究一下根據佢哋嘅 course content 啦去睇書。喺 Cambridge 嘅介紹，你係應該係睇30本50本書。最後一個就係 work experience， 有梗係好啦，不過如果冇嘅話 virtual work experience 透過網上面嘅 meeting 啦或者係video 更加了解你嘅科咧係一樣計分嘅。